第8届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走的活动，去年12月28对着北部来出发，预计要用16天的时间走完环台。3号下午来到台南，受到议会热情的欢迎，并且准备台南的小吃、碗粿甲着炒面，为一路陪走的台湾盲人甲着志工来补充体力。现场嘛有坐扶轮车，捐赠营养的补充品。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走协会举办这项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副市长叶铁山甲着协会代言人谢新表示，这届环台总共有4位盲人，盲人行路已经真困难，何况是路跑，而且路跑做公益更加使人敬佩。我今天怀着满满的感动来参与今天我们第8届的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的这个活动。我想一开始我们应该再一次给吴春成、徐维雅、吴正安，还有张伯峰4位杰出的视障跑者掌声刚刚我跟这个郭瑞和理事长在那边讲，我说我们平常人闭着眼睛走路都走不好，何况你是视障要用跑的，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我想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讲，很难去理解一个视障者要跑所谓的全马，连续跑16天，那是要有多大的一个毅力，要克服多少的困难。我想光这一点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鸣枪起跑的那一瞬间，代表着一个坚持的开始。在鸣枪起跑之后，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那一个人跑步可以跑得很快，可是一群人跑步的话，可以跑得很久，也可以跑得很疯，更可以跑得团结。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活动，借由我自己的小小有一点点知名度，可以跟刚刚副市长讲的，可以感染更多的人，来一起为这件事情努力。透过议员张培雅服务处的媒合，这届结合台南华裔扶轮社甲着分家南3、4、7控区，总共9位友社，将捐赠台南市6大社会福利团体年菜金。在我们的平常的日常生活中，相信盲人朋友们一定比我们更不方便，那也需要更多的关心。但是他们能把这样的弱势的地方转变成用路跑的方式来吸引更多人注意，让这个小爱变大爱，然后来募集今年预计募集15万份的年菜，给一些弱势家庭能过一个好年。我想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非常感动人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视障朋友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弱势了，可是他们秉持着弱势一样可以贡献他们的力量，可以来帮助弱势。所以呢，我第一次来接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环台跑透透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要资源，而是他们用他们弱势的身体身障，然后呢跑到全台各地，带来温暖，带来爱。受赠单位包括善保、创世、甲着美善基金会，还有新世代关怀协会、家庭协谈协会、黄时代爱的联网关怀协会等。伫个捐赠记者会结束，随后一行人嘛伫个议会大门口来鸣枪，继续走向后一站的环台路跑。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